乡亲好，欢迎大家收看村民大会。大家看到，我底下去到武顺天哦，我大概唔系普通嘅立马，你系用武顺好做出嚟嘅模哦。行到了武顺天真紧吼，行唔地路东南行。可是跳高呢会过武顺都会去到了水稻都来过咯。讲到武顺，安尼大家都想到布利，因为布利所生产嘅武顺嘅giảm體全國嘅8商以上哦，品質到產量都係全國最好嘅。香港呢3月20日本單就係那個武順嘅結算嘅時節。唔過呢，今年有拄到人講嘅10年台風啊，安當然都冇落水，按欠水嘅情況下，對那個武順嘅結算嘅情況會產生乜嘅損毀，對呢啲財體體制上嘅生命又會帶來到衝擊咯。呢啲村民大會今日來到了解武順志向布利，為朝農民還有朝農業處相關單位共下來開工討論，讓批去到討論現場。開會了！大家喺夏天呢講到呢度村民大會討論嘅現場，你今日呢度係布利哦。講到布利，我們通常就想到茭白筍，差不多等於是茭白筍的同義詞的哈。它的產量跟面積呢都佔了全國的將近80%以上哈，這是相當驚人的量跟亮眼的成績。不過呢，我們要今天今日呢度了答無哈，就探討了下。開始推翻做台風啊！吼，然後10公年內安利會嘅欠水嘅情況，會係衝擊到呢啲財體嘅農業生產冇，讓批來進行討論。讓批為大家紹介今日咧參加嘅特別來賓，第一位我們要介紹的是我們南投縣政府農業處的副處長林美珠林副處長，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歡迎。第二位來賓呢，你紹介看到係南投縣議員許阿甘許縣議員，議員你好。大家好。歡迎。第三位來賓呢，有紹介係專門研究茭白筍的專家哈，黃博士，博士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歡迎，大家眼中你看到動作都係採體種那個武筍，我們客家話講武筍，就是你們講的卡北筍、茭白筍哦。我們在地第一線的農民，大家早安，大家好。歡迎。講到了布利嘅武筍吼，都全台灣係當有名嘅產品啦吼。不過呢下呢，從南到北都傳出這個水情吃緊的這樣的旱象狀況哦，是不是這個問題在如果未來還沒有辦法得到春雨來解旱的情況之下，在現在進入3月中下旬，我們這個茭白筍生產之重，就是流動的清水，是不是這個水源的來源就會匱乏了呢？而進一步影響在地的產業。你下呢，都先透過新聞樣片，好你看好了解到底呢個事件發生嘅情況係有關係。南投埔里係一般人唔愛生粉嘅蔬菜，特色之一就係卡白筍。來到卡白筍田，除了香油油嘅卡白筍，還有熱天清土嘅水染到田項。時間也生長期嘅卡白筍需要大量流通嘅水，不過受到欠水嘅關係，埔里南豐圳流域要進行輪流灌溉措施，影響大約400公頃嘅卡白筍田，差唔多係埔里卡白筍種植面積嘅1/4。另外，3月中下旬拄好係卡白筍嘅成熟期，對水嘅需求量更加大，可比限水將會影響筍嘅品質。因為缺水的關係，因為水溫會變高，所以它成長的過程也會比較不好。水是要流通的，所以它的品質會比較好。如果水沒有水，甚至說水不流通的話，那個茭白筍的品質就會變得不好，會老化。根據南投水利會埔里工作站嘅統計，今年2022年南豐圳嘅雨水量同去年同期比起來，大約少了4成。在這種情況之下，輪流灌溉當然係必要嘅措施。筍農只是地希望天公伯聽少，希望卡白筍嘅賣相無好，假使自然跌，影響收入。
现在外界称这一次的旱象叫做10年大旱啊，也就是说台湾当地已经隔了10年还没有看过这么严重的一个旱灾了哈。这样讲可能大家没有什么感受，就我们埔里在地，我们讲到南投的日月潭有一个众所周知的那个9蛙叠像的这样石雕艺术品，本来是埋在日月潭的湖底，对不对？平常过去往年做大旱的时候，上面这样子叠起来9只的石头蛙像，至少有4公尺那么高。再怎么旱，再怎么缺水，都还看得到顶层的1、2只。不过今年呐、1到9只全部捆显显呐吼，都可以出200座台混个清空系安严重。透过2种图表，安尼大家来捆的吼，都200孔应该个时间。那时候总年度的雨量还有2417毫米，维持在高峰。到102年的时候，就下降到2250毫米。一路坐溜滑梯往下降，到去年203年个时间，总年度的雨量只剩下1700多。那我们再看到，就进入了今年104年开春以来，雨量又是怎么样的累积状况呢？你看到哦，我们在今年1月跟2月冬天的时候，我们的总雨量加起来不过才20毫米。那我们看到去年同期呢，人家可是有74毫米，所以我们是人家砍了1半再1半的雨量。那照道理讲呢，进入3月春暖花开，春雨应该绵绵的对我们的万物的作物的复苏成长是有帮助的。不过气象局也预估了哈，今年的春雨降雨情形不乐观哈，也就表示讲那个混熊可能还会持续下去。不过我们就要想到说，这个旱象对我们农作物的栽培有影响，但是对我们埔里在地的茭白笋的影响程度到多深呢？我就要请教我们在地的专业农民了哈。黄姐你好，我想请教你哦。你在地人嘛哈，种这个茭白笋种多久了嘞？已经30几年了。哇，这是行家哈，种30几年茭白笋，我可以先请教一下吗？这次这么久不下雨，对我们茭白笋农担心的是什么？对茭白笋会有伤害吗？茭白笋哈，通称叫水笋呐。水笋。你顾名思义的就是说它需要很多的水。现在像缺水嘛如果限水的话，在茭白笋田水的流动没有流动的话那个笋田里面的水温会升高。像刚刚影片讲那样子。对对对。它会长不起来呀。不只是不是说长不起来啦。你那个水温升高的话病虫害像锈病也比较容易产生。你水温升高，它的发育会不好，产量就会减少。是，那我看资料说，现在茭白笋进入到3月中下旬，差不多是要在这个生产期的旺期了，是不是？对。所以正是需要大量活水的时候吗？对对。那过去有没有像今年这样缺旱缺水的状况？好像比较没有，今年比较严重。主动体呢种那个莴笋这个水笋、卡贝笋的这样农民其实碰到这样问题真的是很烦恼。所以事实上呢，在这几天，农田水利会已经实施了轮灌的制度。如果是水源很丰沛、正常供应的话呢，是不需要到轮灌，大家都是有的灌，平均分配。可是现在不得已要采取这样不得已的措施，要分区来轮流灌溉，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焦点哦。你看到两种图哦，你200讨论会讲现中就会布利哦，那个蔬菜就会经验来讲，会从那个莴笋仅仅动欠水该萎缩。不过这样看起来，到底轮灌的制度是怎么样实施，在当地又可以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我先请教一下我们在地农田水利会的站长跟我们解释一下，说大概这个轮灌方式是怎么样的？我们的取水口是大约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引进来我们的灌区里面，沿这个山腰这样子走，这样子来到琵琶里的中心路这边。整个轮区大概多少面积？有475。400多公顷哦。那在整个南投镇这个所谓的茭白笋故乡里面，这一个区块缺水最严重吗？对，因为这个面积的话，几乎超90%以上都是茭白笋田，都种茭白笋，而且它的取水量、它的灌溉面积大，取水量大，而且它的菌路比较长。菌路也比较少。比较长。比较长。有6公里多。那这边等于是上游这边是下游呀。对。那你们要怎么样分配才可以维持这样子适时适量、有法有序的原则？就是我们在3月16号，就是这个礼拜1开始实施轮灌，因为水量如果照这样子的话，没有办法在水尾地区，就是比较末端的话，没有办法，农民没有办法取水引灌所以我们不得不做一个轮灌的措施因为今年就是去年刚才看到统计资料去年的降雨量比较少，对，今年
因为今年入春以来，春雨又相当的稀少，所以今年的旱象会比去年还来的用水的需求会。那你怎么分？就一条郡的水道，那你怎么分 A、B 区135、246这样吗？对，就是轮流，就是一天供，一天停这样子。那这个状况要维持多久？就是要等老天爷这样普降甘霖以后，如果我们的降雨量如果能达到差不多60毫米以上的话，可能这个轮灌的措施就会停止。那万一连60毫米都没有呢？就是持续的轮灌，然后我们水利会会跟我们的农民茭白笋农民一起来做那个抗旱的准备还有那个的工作你说要一起做抗旱的准备啦。刚刚那个农民黄大姐告诉我们说，过去也没发生这么严重。那从水利站的观察来讲，你们历年的这个水量今年是不是讲特别严重？而且这个旱期是不是就提早了？我想这样子就是。每年就2月到4月这个是比较枯水期啦，因为我们茭白笋需要大量的用水。然后但是今年的话有稍微提早一点，而且我们在做轮灌测试的同时我们水利会加强那个水门调节让我们农民都能有适量的水可以灌溉是这样好，先谢谢站长。所以照站长你好详细的广泛就还是要按照这样子适时适量，然后有时有序，让大家至少都还有水可以灌溉，而不会从水损变成枯损。不过黄博士，我请教一下，你是茭白笋研究的专家。茭白笋跟莲藕啦，或者是芋头啊，都算是一些还蛮典型的水生植物啦这个水是欠缺不得。那如果说照现在这个站长这边，他其实用很保守方式，在慢慢小心翼翼的在调控这些水源。假设如果真的像气象局讲的，今年春雨的雨量就不如预期这样子对我们在地第一线的茭白笋产业最大的冲击会是什么？其实。茭白笋最需要水的时分，就是它即将要结笋的那段时间。什么时候呢？现在因为有全年可以调减产期所以很简单，就是说，就是说在结笋之前，差不多半个多月，这个水是比较重要的。那么在结笋之前，其实从小苗到成株，它对水的需求没有那么的高，就是在结笋之前半个月开始是需水最高的，所以因为目前来讲是比较枯水期，所以大家要共体时间，也就是说，你的田要结笋的你的水量才加大，那其他的话呢，就是尽量少水。那在这样成长期过程今天要先结笋的人先用水，在成长期就相对缺水，这对它整体的品质到末端的品质会有增差吗？会有正差吗？会有影响吗？其实以前都还没有碰到这么缺水的，所以到底影响多大还不晓得不晓得它会长出什么样的水笋出来。如果说一直缺水状况对，好，谢谢。所以讲起来可以了解个凤跑台尬赌动降副处长。其实呢，我们南投也是农业大县，也许更不要讲说我们茭白笋是全国打挑等第一有名的啦那碰到这样子旱象，这次农业处这边能够给予农民的帮助是什么？南投号称好山好水嘛，所以在这个水分比起来的，应该跟其他县市相比上来说还是可以乐观一点啦但是我们应该共体时间啦在这里面我们也呼吁大家，刚才博士有说，在节水前，那前一段的时间是比较需水的，那平常我们在此代表县政府呼吁各位还是我们要节约用水啦。是啦节约用水可能是目前这个必须要做的手段。那议员，其实我们讲到说，当农民缺水的时候，对他们很伤嘛那当要轮流灌溉的时候，地方上的和气就很重要了大家不要为了抢水而伤了感情，或者就坏了和谐。这方面事实上在地方上，其实过去尤其是农业大县嘛，在碰到这样的问题都要特别谨慎呢。水的来源在埔里镇不曾有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原则上是不会有问题的我们水源非常丰沛。但是我们长期来观察我们也觉得说，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县政府也可以去宣导一下，比方说我们长期的在种植这个茭白笋，那对于这个田地的这个休养生息土壤它会酸化
然后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哈，可以鼓励农民哈，是不是休耕啦，或者是轮作，做轮作的话就不需要每年都是那么多的这个茭白笋很需要水嘛，那水的话那个水量就不需要那么多哈。那我想目前哈就是燃眉之急，是不是鼓励哈我们的百姓、我们的农民也可以去找井哈。那目前的话，找井的经费当然是要多一点哈，而且找井的争议会不会很大？因为这种抽地下水可能对这个耕作不见得就是好的。因为农用的这个地下水哈，它抽上来之后，它还是在田里，它还会下渗到这个水原来的这个地下层哈，所以其实它的那个损害也不是很大，所以我们希望说政府鼓励大家去再找新的井。那因为现在是水位下降嘛，所以下降的话，那找的井它可能就要深层一点。是，那有一些经费那就需要政府来补助啦。其实呢，根据学者专家的这个调查我们台湾过去50年来曾经发生过5次的这种大旱那很奇怪这个干旱周期越来越短，频率越来越高。第一次大旱跟第二次大旱隔了15年，第二次大旱跟第三次大旱隔了10年，那第3次、第4次跟第5次大旱相隔都是小于10年所以你看这样子周期频率越来越大的时候，当然我们农民追求利润都要冲量啦，但是这个土地这个水是不是大家真的要逗号一下思考一下？那我就请教博士。在这种剧烈天气变化，好像是一种不可抵挡的一种奇怪的趋势的情况之下，那在台湾这个农业宝岛王国，我们的农业都是走在第一线的啦但是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品种上跟这个作物生理作用的这个需求上，可以调节到这样的气候上的剧烈变迁？比如说像我们做的茭白笋，我们顾名思义叫做水笋，那这个水能不能减量使用？是不是可以有省水的种植方式？这是将来我们农委会这边可以努力去研发的一个方向。这是有可能的依照这个学理的判断我刚才已经谈过了，茭白笋最需要水的时候，其实是在结笋期这段时间。那结笋期之前呢，其实大家对水的需求比较不高，所以大家如果水分很充足的话，大家爱用多少水就用多少水，这个没有问题。现在是缺水了，已经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用那么多的水。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水用在重点时期，也就是结笋期。明白了。那么所以各位要调整一下。好，谢谢。所以呢，面对这样的缺水，从需水程度来决定它灌溉水的这个方式，可能是一个蛮重点。我们今天来到埔里这个茭白笋之乡我们讲到说这个为什么埔里的茭白笋会全国产量面积都最高，品质也最好？当然因为我们的水土啦、气候条件都非常适合。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强项，就是我们的品种。我们跟三峡、桃园种那种青壳也还是刺壳，就是青皮或白皮的这种茭白笋的品种不一样。我们有很特别的一个种叫做敢当种它是一个人名。那我们埔里种的茭白笋，它的优势、它的强项，还有它的故事是什么？我们来看两段影片，我继续来讨论。茭白笋是埔里的特产。目前埔里大约有2600万公顷的茭白笋田，按你个总市面积是全国的81%。也因为安尼，埔里有茭白笋王国的好名声。因为咱埔里就是水质气候真好啦。除了气候条件好、水质好之外，埔里的茭白笋产业是有厉害的性质，与个笋农的贡献必须要公道。就会记，因讲埔里茭白笋之父的情感当。早到民国72年之前，埔里的茭白笋田面积将300公顷呢，同时还能生长土又嫩又亮，水清切莫半个人按个的清水气味，将是一种产期当有限。喺情感当土质个田项，意外发现有一条茭白笋生了特别好、特别高，因为是优良的突变种，所以用心培育繁殖。过去的茭白笋生时拢伫即个国历的4月半以后，我发现即个品种是伫个3月底已经都生甲真正老化。我家己才想讲，这个茭白笋是足好的茭白笋，我将这个茭白笋搁甲繁殖起来。情感当发现嘅突变种产量是野生种嘅3倍，同时差不多最优秀嘅蔬菜就是一种。
突破原生种严调嘅种植条件，更较难得嘅係青甘党和无世界将自家繁殖成功嘅突变种养分剥离其他嘅农药，剥离到短短几年之内，差不多所有嘅无田拢转作咖啡顺田。阮过去的即个农家的人吼，有物件都是拢大家真正互相安尼吼，分来分去安尼种。经过大约20年嘅发展，玻璃咖啡笋又面临偏海同矮化障碍嘅困境。你下看到嘅暗部使用天火照嘅技术，係农政單位研究嘅成果，因為克服了偏海同矮化障礙。另外是透過用天火照嘅方式進行san氣調控，本玻璃一年四季差不多攏是在生產咖啡笋。对我们要了解物种、改品种哦。我们讲说用人名来为一个品种命名，这是很大的骄傲。像芒果有金黄芒果啊，哈，我们的茭白笋又敢当茭白笋，敢当种哦。今天现场本人也来到这边，敢当阿伯你好，阿伯，你自己的名字变成你一辈子在种茭白笋的名字，尴尬是安怎？不敢当啊！不敢当哦，啊，你都是敢当啊，敢当不敢当啦吼。所以今嘛吼，你这个品种发现的这个品种吼，敢当种真正好食，品质嘛就好的吼。哎，是。伊甲其他的品种最大不一样是伫对。伊第一吼，都是卖迄个蚵点，啊产量悬吼，啊搁较软丝，嘿嘿嘿。所以今嘛咱整个大埔里地区拢种的是咱的敢当种，啊你夹出去拢夹到有风吼。没有啦，大家一起都有好的收益就是最好了哈。好，谢谢阿伯啦哈。好，阿伯你好。谢谢。阿伯这很害羞哈，敢当种，可是呢他不敢当哈。这是讲到说我们的这个埔里敢当种的美名。我们看到在整个全台湾的面积产量来讲就好了。全台湾如果假设种1800多公顷的茭白笋，它就占了80%，这至少了种了1600多公顷这样种植面积，那么高量的茭白笋，那收量呢跟面积都是在全台湾是独占鳌头啦哈。那在地的农民也告诉我，这种茭白笋的收产价值非常好。假设说我们种稻米种1年。然后呢，应该是这样说的，我们的茭白笋种1年可以抵得过种水稻种4年哈。刚刚我们的议员也有讲到，是不是他这1公顷的收益都可以上百万？所以这是农民这个力之所趋，然后也为我们消费者产生了好品质。不过我们讲到埔里的茭白笋，我还要请教一下黄博士，茭白笋的发展在埔里不是一开始就这么顺遂。在好几年前，是不是发生过的基福病跟矮化症？那时候哀鸿遍野啊，大家都种茭白笋的农民都知道，当时就产生了第一次所谓叫做美人腿的革命啊，是不是博士？所以那时候那次的战役非常的壮烈，也是在你的这个专业知识的这个辅导跟带动之下，才可以度过那个难关。所以茭白笋现在来到第2次革命哦，就是它的季节跟产量在农民的这个努力下可以冲高，是透过了你发明的电造技术。那这个电造技术对我们现在茭白笋的产业，大概现在它的现况是怎么样？夜间光照的方式其实是之前会发生一个矮化症，就是矮化障碍。那我们克服之后呢，我们就开发出来一个产期调控的技术，让现在茭白笋在埔里可以全年的生产。哦，就是说因为化危机而转机的一个例子。哦，那像我们整个埔里都是用电造的吗？我想有超过一半的以上的田里面都有用到这个技术。那电造的话，就是可以调配它的产季，然后让它量跟品质都变好。那这个电造有没有一种疑虑，就是哇，那你日也造，夜也造，就是让茭白笋强迫生产，永远一直在输出，对地力也是一种浩劫呢？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农民太勤劳了。1年12个月，这12个月都要辛苦的工作哦，所以我在这边也可以建议我们的农民啊哈，你的田当然没有像你那么勤劳，他也会累，所以我是建议1年哈，大概要休息1-2个月，让这个土壤的地力呢能够永续的这个发挥哦，所以我们农民啊，我是建议的不要1年12个月都这么辛苦了，要休息1-2个月了，也让这个土壤休息一下。所以农民们是不是可以借着今天这样讨论的场合也思考一下？当然它的收益很好，可是如果我说我们这个杀鸡取卵的时候呢，会不会担心其实对这个产业本身没有好处？那副处长也要请教一下，现在整个农业的趋势都在讲到是安全农业，至少是无毒用药哈。那对我们茭白笋来讲，像这种水生的作物，像苗栗的这个芋头也好啦，或者是种的这种莲藕，其实很多在水生植物为了避免它感染病虫害，都得用一些药。那在我们埔里，在我们南投这样子的安全用药，是不
不是这样的模式也可以放到我们的这个茭白笋上，这个生产上来做这种向全台湾推销是一个有机的，甚至或者无毒安全的一个茭白笋呢？是啊，在这个部分哦，我们政府也鼓励农民哦，如果你要走向那个做有机的话哈，我们也乐见其成啊，因为这毕竟是对整个的土地的爱惜哈，还有对我们人体哦都是有帮助的啦。那现在我们的埔里茭白笋有机的面积大不大哦？目前哦有机的面积哈倒不是很多，要慢慢在努力在推广哈。对。面积不多，可是我们现场呢就有种有机茭白笋的农民。茭白笋怎么样可以做有机呢？有机跟不有机之间又有什么差别？大哥你好，有机我们知道门槛很高你怎么做到？基本上有机茭白笋以我们埔里地区来讲，大概有5公顷的栽种面积。哦，我们总面积有1000多，那但是我们只有5公顷是种有机的。对，不到3/1000。那表示真的是很难中之难呐哈。所以我们刚开始种的时候哈，就是一直会被人家笑，人家觉得茭白笋就已经经济产值很高了，那你为什么要去种有机的？对。但是我们的理念觉得说，这块土地是大家共有的，尤其我们必须要把它完完整整的交到下一代的手上，不能在我们这一代就把它破坏殆尽。所以说我们觉得说，虽然是有点难度，但是还是要去克服。那我请教一下哈，那茭白笋田一般在还没有做有机之前，比较要克服的农业障碍是什么？茭白笋基本上有一个那个病害的问题是锈病跟胡麻叶菇病。那虫害的部分大概就是恶化鸣虫，还有一个就是常绿飞虱这2种的病虫害。那基本上跟一般的作物来讲，它算是比较少。还算比较少。对，但是这2种的这个2项的病虫害，基本上对茭白笋它整个产量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哈。谢谢这位大哥，其实他的讲法是不是我们其他的农民也可以当做一个省思建议呢？其实我们在这个土地得到一些好处的同时呢，让这个好处如何可长可久，其实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改变。那博士，我请教一下啦哈，其实像做有机有机门槛有一定的门槛，我们先从无毒或者是减毒来讲好了啦哈。对，像做茭白笋，因为现在消费者的整个意识抬头，然后要求跟品质都很高哦。那也许我们是水生嘛，如果我们在上面撒农药，要留着水流入水面，水面再放到这个河湖溪海里面去，是不是对环境其实有一定的负担？那对我们这边又怎么样可以慢慢去拓展跟鼓励呢？它其实目前我还没有看过说有农药残留的这样新闻爆出来。对因为它其实用药非常的少，非常的少。那么当然，我们是希望能够透过再进一步的技术指导，让农民使用农药的这个次数跟量呢要降低。那我想我们农政单位包括农业试验所，还有各区改良场都很乐意提供这些技术。包括像有机的这个栽培的技术，其实我们农政单位都可以愿意来提供技术的这个指导。是，好，谢谢议员。其实我们讲到说农业要永续在地方，因为它跟我们农业生活是息息相关，跟村民的收益也是息息相关。你的看法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我想过去我们曾经努力过而且我也看过我们的农民曾经他在他的水田里面他是不施农药。不施农药那田里面放了很多的这些鸭子。他的养鸭子像鸭尖岛那样子。对，那鸭子养了一大群那这个鸭子就会吃虫，它会吃虫，吃福寿螺，然后这个水里面、田里面就是放这个鹅溜、草鱼田里面有鱼，那上面水面上就是有鸭子。那这些鸭子吃了虫、吃了这些害虫之后，那吃了福寿螺之后，它还可以产卵，可以下蛋。都是有好处，所以这些都是有机蛋那有机的这些鸭蛋，而且它的收量、它的产量也非常的好，而且它的品质，因为它是有机的，所以它每公斤甚至都差不多平均就70块钱以上，价格也可以就是非常的稳定那所以这样的话，对他们的这个收量而且对这个田的这个爱护永续经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方法那但是有一个要克服的就是养鸭子很多，但是就是很多野狗，这些野狗要怎么样去各自都要小心去防治这些野狗是我们农政单位要去关心的。是这些野狗真的是危害不少了好的，把鸭子咬死了，它也不吃了那结果就是
就是阻碍、就是妨碍的这些我们的这些有机的经营的方法。谢谢议员哈。其实呢，对抗现在全民一起来抗旱，然后对我们在地种茭白笋的农民哈，在面对这次旱灾，当然有我们水利工作站这边先做轮灌的调配，希望共体时艰大家携手共度难关。当然，我们希望春雨很快的降下来。那从现在的这个节水的环境底下呢，我们慢慢开始研发出了，是不是慢慢可以做到对土地环境更友善的种作方式？是不是可以让地力也另外的修身养息？对我们的产业可以永续的帮助。你现在规项也比较转到现中继续来讨论，用了发行销本来个产业，做得都客水之外，行出几个路呢？村民台会个讨论现场，你累到个现场系布里，讲到布里，就上到武顺，以为佢系武顺个故乡，那个武顺好食，然后假使也一贵啦吼，因为佢到市场洪水买到一号个农产品，你对看哦，其实菜地个后上挑，也做啲调管个村同个耕种产业，来深到几个新个机会哦，对当然对那个武顺产业也有好处，你都咧看，也会咧起教讨论哦，那个行销老棍讲也系讲那个导演法对那个武顺的产业有哪条更好？让我们能够把产业从1级的产业，然后升级到2级的茭白笋泡菜，一直在推广到体验形成这个支撑。泡菜 DIY 系林友成所讲嘅天意级产业，佢嘅人氣地位會教人客做咖啡筍泡菜，過程當中還會介紹相關嘅生長知識。可以看到它有那個浮萍，其實它就是在田間裡面是隔熱用的。咖啡筍泡菜係林友成90青年時嘅想法，佢當時將故鄉嘅記想起細漢時節安尼先後識路嘅東西，同時家下韓國嘅產品到台灣當時行，泡菜就係其中一樣。林友成就用後台技能，唔計鄉體姊妹嘅咖啡筍為主，研發相關口味嘅泡菜。我从开始我就跳脱，就说我只是在生产。那我先做泡菜，我从网路，我从部落格开始起家，然后写一些部落格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开始卖。所以等一下，如果你觉得拔不起来，对不对？不過林友成唔甘願只做農產品加工人，一方面嘅是佢要同咖啡筍田結合生態體驗，本遊客實在清晰認識一道咖啡筍嘅知識。所以要做了解突破，阿爸嘅建議同唔支持，係林友成先先愛面對嘅。我從一個田區4分的田区开始，从中间挖了2条的那个田埂出来，让游客可以走路。那这个部分其实是一般农民不愿意的，可是这个当中其实我讲的很简单，可是这个过程大概经过1年的波折。那我爸爸是一个很传统的客家人，他说田地本来就应该种植，而不是欧北部。要做吼，要变成吉亚湖啊，慢慢就要变细体去啊，甘种都熟啦，你话为迄田庄啊。叫做到去無人行，然後咧田路都快相去啊。每下林友成漸漸做出成績，阿爸嘅觀念也停定再現，甚至用實際嘅行動支持賣。另外，林友成也希望透過這個這項嘅產業農業產業，變做社區嘅一個示範點，帶動社區發展，同時促進農村思維，本傳統農業使得製造出新嘅變化，創造菜體特色。你看到吼，其實伫菜地當中的故事都係從爸爸媽媽解退吼，佢到去耕種。天然咧，喺後上挑看到那個產業做得有好好的情感，都轉到故鄉，從一個單純嘅農產品去研發、去研究，做得變做其他漢卡都有高價值嘅附加產品哦。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台前哦，有很多元的，從鮮食的嫩茭白筍到它的加工的副產品，就如同我們影片裡面看到的，透過年輕人返鄉，在家裡生根種植，開發出來多元產品，當然對我們的茭白筍產業行銷是有幫助。副處長，今天你在做哈，我剛好也可以請你來跟我們的觀眾朋友介紹請教一下嗎？你看這個桌面上台前來這裡啊，有好多琳琅滿目。我們一直講說這個茭白筍埔里是第1名的，那你可以告訴我們嗎？你們的茭白筍跟其他茭白筍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我們消費者要選好吃的茭白筍要怎麼挑？
这个茭白笋呢，这冷贝啊，就是说要特别的白啊饱满。敢当阿伯讲说，它那个品种很特别，就是少了那个黑穗菌所产生的黑点点，所以我们没有黑点点，检查一下。这个切开里面哈，它是有，如果是有过去哦都有黑心的啦哈，黑点，这个就是他们说比较不好的。那敢当品种里面，我们南投县的青稞种，它就缺少了。你没看，现在要找到黑的不容易啊，都是这样又白又嫩，又白又嫩美人腿。那在这里面哈，我们在市面上买到的倒是比较就鲜绿一点的啦哈，你花黄的啦哈，还有一些比较不新鲜，看新鲜。第二个仅按这个按摩，你感觉很丰满哦，这个大部分比较。至于要选大的还是选细的哦，就看你要生食或者是炒的哦，这不一样。其实，所以你茭白笋可以这样采下来，生生嫩嫩的吃哦。可以，可以。因为我们来到我们南投县哈的埔里茭白笋，尤其有做休闲、做有机的哈，他们就来到这里做休闲的时候，都从水里面教导他们踩一踩、甩一甩，最好是水龙头冲一下，它就可以生吃了。哦，这样子哦。那除了鲜食之外，我们看到桌面上有很多琳琅满目这种副产品，这也是农业处跟农会这边在推广的嘛。那我们县政府在这部分哦，对我们农会在这个部分也蛮着力的哈，对农民也蛮照顾的。那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想说美人腿。这茭白笋号称美人腿，那夯到那个大陆去了，大陆的丽水美人腿，还有我们埔里的美人腿都有做结合。那美人腿茭白笋又号称美人腿，因为它又白又嫩的啦，哈，所以它可以做泡菜，可以做成零嘴、泡面。这个部分农会呢，就在当时办了已经第9届的那个美人腿节、美人腿公主的选拔以外，它研发周边的产品，所以它做美人腿泡面。所以一想到这个是我们全台第一个农会发展的美人腿泡面，卖得出去吗？有人会想吃？卖得相当好，大陆也蛮喜欢这美人腿泡面。哦，谢谢你，副处长。我们看到有这个茭白笋做的洋装哈，茭白笋做的美丽的上衣，甚至它也可以做成拼贴艺术。我们在地的社区发展协会就利用农民除了做生产茭白笋卖到市场上得到收益之外，他所剥下来的这一些大量的废壳，既然也可以废物利用，那么总干事你好。你好，大家好。牛尾农村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像到这些工艺品哦，我们发展协会是怎么样说？看到农民辛苦种出来那么好的茭白笋，结果剥出来以后，一根茭白笋有好几块的这个废壳，这废壳怎么可以拿来利用？你们当时怎么想到的？现在再生利用属于茭白笋壳做那个编织还有那个贴画，可以做手工艺品。现在大量的茭白笋壳也是可以说是没人在利，又没地方去。我们现在埔里镇每个里都有成立那个社区发展协会，还有成立我们那个老人祭典关怀社区教学，我们可以每个社区都来利用茭白笋壳的创作。如果每个社区都在做的话，可能茭白笋壳的那个创作是有那个发展无限的空间。好，非常谢谢我们来自社区的声音哦，黄博士。这个茭白笋能够吃的就是它肉最甜最嫩，可它周边呢产生这个茭白笋壳，其实某种程度来讲对环境也造成一种负担。当然我们在地生产的壳可能留的在地的量不多，大部分都卖到其他地方之后，在其他地方产生的那些废壳。不过就在我们当地来讲像茭白笋，我们刚刚也讲到了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敢当种，我们埔里茭白笋没有黑点点这边这个黑点点的典故对我们消费者来讲是有差别的吗？那再来就是说这个废壳的利用我们这边技术上是不是也可以一些辅导跟研发呢？我首先针对这个茭白笋里面的黑点做一些简单的说明那茭白笋会膨大结成笋状，这个是里面有一个叫黑穗菌，对，黑穗菌，这是微生物这个其实对人体是有益的是好菌，所以吃下去是不会说有害的是好吃的。那这个黑点是因为是它的这个孢子堆。简称就是它的种子啦。那因为这个敢当种呢，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是说它不会结种子，就是类似无籽葡萄这样子，是这样子那么所以那个黑点其实是吃起来是对人体是有益的。可能就是美人腿上面有痣，没关系，它还是会走。可是如果没有痣就更漂亮了，这样。是的是的，了解。那第二个问题就是笋壳
那其实我很高兴能够看到说笋壳有这么多的变化，它的后续的这个发展有很多的变化。那么记得我10几年前刚来埔里做茭白研究的时候呢，我只知道就是做宣纸而已。但是现在10几年来，我发现说哇，这个副产品的种类花样变得好多好多。就农民很有创意耶。是的。那如果说这个壳可以像我们的稻管一样，直接打到田里，转化成肥料，是不是这是一个方法可以做？我想请教一下，在地有一个年轻的农民，他有一些很创意的发想。那我问你哦，茭白笋剥下来这些废壳的量很多，对不对？比茭白笋本身的笋还多。这些废壳你可以拿来怎么做利用？我目前是因为我芥子栽培，它需要很多的芥子。芥子大多都是国外进口，都要不少花费。我就想说，既然我们你说的芥子就等于像是种作就是类似像作物的土壤代替土壤就是因为现在目前茭白笋的壳的那个废量很多嘛。对。我就在农业的那个课程上面呢，去农改场、农事所中兴大学的里面有学到制作堆肥的技术。堆肥。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回来把我们这些没有用的废壳加以利用。目前我在利用上的时候，我把它堆肥发酵完成之后，它拿来种一些叶菜类，可以说基本上完全是不用再加短期作物是不用加任何肥料。你说像什么空心菜喽、菠菜这些？基本上是类似像白菜那一类。白菜的。对。如果说是长期的话，可能就还要再加一点肥料下去。但是它是很好一个有机质，就算说你没有直接拿来种植，你也可以放到土壤里面增加土壤有机质。好，先谢谢你，这位谢先生。我请教一下我们在地的农民大哥还有大姐哈，你们自己种茭白笋或者亲戚朋友有种，那现在当然自己都还得施一些肥料或者是一些土壤上都要一些培养。那像这位谢小弟哈，年轻的下一代哈，他们有把这个笋壳拿来研发变成芥子，就等于是泥土可以来用。你们也会想用试试看吗？可以举手也来发表一下意见看法的，来有没有？来，可以，这位大哥。茭白笋河是盖良田。我们是社区的良田，我们是可以用这样。是好的，就是就相对是无毒的，这样是不是？对。他就说，你上面一层木板后，最上面是盖那个茭白笋壳，因为呢夏天你也是耕作，它可以乘凉像那个椰子垫一样，对，比较凉爽这样。对。原来是这样，所以你还多一层利用，这就是你利用的方式啦哈。是。好，谢谢你。那黄博士，农民呢现在都还在观望，还在等待芥子是不是真的可以发挥它的功效？就从你专家的角度来讲，这样的废物利用可贵吗？那这边的技术辅导是不是该给予也移入进去呢？那我想我们农政单位，尤其是我们试验单位就是能够提供在辅导的角色。比如说各位像刚才有谈到说，利用茭白笋壳是不是有办法发酵，或是用堆肥的方式变成芥质？那他现在已经做出来了耶，这原则上是可以的。对，那是他的个人的技术。那么有没有在进步的空间，或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很好的商品？对，量化商品。那么这些还有希望，如果有希望进一步的技术辅导的话呢，我们农政单位都很乐意的来辅导。那先生提到一点，假设我们的笋是有用药的，笋壳上就会有农药残留，那再做成芥子，会不会反而变成是一个农药的芥子呢？理论上这个几率是蛮低的。为什么？因为农药呢，它崩解的速度其实是蛮快的那而且我们知道，我们茭白笋用药其实是非常的少。那么，如果茭白笋的这个检验呢，它都是合乎标准的话，那茭白笋壳再加上堆肥下去的话，它几乎是没有农药残留了。议员，你是在地的五届资深老议员对我们的茭白笋产业已经走了30年。当然，茭白笋有好，然后也有它的负担可能就是笋壳造成我们环境上一些压力。刚刚农民也透露，其实很多笋壳都是废弃堆在路旁久了也会滋生蚊蝇。那些废壳的利用，其实你看到民间其实很多活力的了议员是不是觉得其实这个力量是可以运用？那我想今天我们现场看到很多它的产品事实上都是很好。那我是比较鼓励说，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们就是补助一些经费给我们的纸疗，就是纸厂，在制纸的方面可以纸厂来做一些比较高经济价值的这些再生的利用
那如果透过纸厂的这个制作变成纸之后啊，它的利用价值会比较高，而且纸的功能更不得了，它的作用它可以做很多，甚至可以盖房子，所以我想这些都可以去研发的，去推展的。其实议员讲的没有错，这个虽然它的壳可以当做稻管一样来利用，可它的量太大了哈，每一年都有上千万吨的壳。当它已经超过上千万吨的时候，它就不是单纯的是不是要议员拿来利用，因为它已经造成一种处理行为上的负担。针对这样笋壳利用，还有没有其他乡亲要补充的呢？来，我们里长大哥。我本身就是有在做那个茭白笋加工的工作。加工加成什么工？所以就是给它分级包装嘛，分类。然后到市场这样子一贯作业，那个笋壳我一天都差不多40-50公100多公斤左右，100-200公斤啦。如果这个当成垃圾的话，真的造成很大的困扰。现在我们废物利用可以把它拿来，我们本来在种那樱花马尼库农路那边种樱花都种不起来。如果用这个笋壳下去帮忙以后那个樱花都长得很漂亮，它可以保水是不是？它保湿，而且又不会杂草长起来，我们就要鼓励各位农民说，我们的笋壳这个不要把它当成垃圾，这个是宝，我们珍惜我们埔里的宝这个不要当作废物把它丢掉，这样子跟大家勉励，感谢大家。谢谢，我们多想一点其实那个东西它来自于本来天然的作物上，它一定有它天然的功能。这位小姐你好，其实我很伤脑筋的是，因为茭白笋壳其实放在那个茭白笋田里，其实是对茭白笋不好的。因为我现在是走的休闲，那我们有一区是全部是经济产区。那如果再做好一点的话，应当如果说要做得更专业，那个需要大量的机器，也需要有场域。所以我考量的部分是，如果要做，那我们就是要有场域的部分。那你刚刚说的很好，你做休闲，在这个教学 DIY 上，可不可以拿来做拼贴跟工艺呢？这些是有的，因为我们有设计就是给亲子玩的部分，那还是可以用掉一部分。是，可是那个量不大，还因为每天结的笋，它其实每天的笋壳其实就非常多了。其实我们常常在想说，是不是雇佣人力来把那些笋壳用掉？可是当那个笋壳下去，除非是他愿意收啦，要不然那个我一天的人工，我也要花1000多块的人工下去收。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成本是一种负担，人力也是一种负担。好，谢谢你。所以我们希望像谢先生这样自己研发来做戒指的人越来越多，不止你一户越来越多人做，那这些笋壳就有去处去，然后而且是产生这个高附加价值的效益还有没有其他乡亲也再来补充意见？这位先生你好。那我们希望说政府单位是不是能够在整个经费的挹注上能够在有机产业的部分能够更多的来关注我们，因为我们之前整个有机的那个验证费用的部分。前几年政府都是全额补助了但是慢慢可能政府的经费预算也比较少，那现在我们就是没办法全额补助。那有些农民他可能就是在这个大量的那个验证费用负担下，尤其他在栽培环境的部分又有很多的变数所以说就慢慢对这个产业就是有点不大敢尝试了鼓励政策再更多一点。对，我希望说，像政府单位来讲，因为尤其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那个天灾的部分来讲，是不是能够在整个生态环境有从事这样的意愿的年轻人，或是这样的团队的话，是不是能够多一些挹注的力量让我们在耕作上能够更不会那么辛苦。谢谢。好，谢谢你。关于我们现在缺水的问题刚才有讲到说，是不是每个人都来找井了但是这个找井的话，我想一直抽地下水，对我们的整个大地啦耗电什么，应该会有影响。我现在想说，因为我们茭白笋田那个水是主要就需要流动嘛，我们也会这边施肥我在想说。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田区，因为现在那个茭白笋田区一般都是，那个田埂都是很稳固的，水应该不会再搬出去的。对，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田区里面，变成固定的水，我们用来设一个像马达抽水，让它这个水一直有流动，这样子是不是可以保水，又可以
保持我们在那个茭白笋田里面施的肥哈，不会流出去。至少不用再去抽什么地下水，就固有的池水可以用就好。对，嘿，这样子哈，这样子也不会因为有缺水的问题，而且那个肥分哈也不会很容易就流失，这样也可以节省农民的成本，是不是可行？谢谢你，黄姐的一些建议哈。那最后我想请教我们的议员呐哈，刚刚说到这个抽水的问题，其实我们埔里就是山好水好，我们的水质好，所以种出了独一无二的茭白笋。也因为水质好的关系，很多的瓶装水、包装水的水工厂全部都到我们埔里来取水哈。当然是造福我们消费者某一种程度来讲，但是对这里的水某种程度来讲，也是一个抽取上的一个负担跟压力啦。那农民也要用水，民生生活百姓也得用水，那加上包装水的水厂商也要用水，大家齐抢水的情况之下哈，其实长远对埔里来讲，是不是堪得了负荷，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最后是不是也告诉我们说，其实在这个用水规划上，议员在民意代表这边可以做更多的努力跟监督是什么？这个包装水在我们埔里真的是蛮严重的。我好几次在议会在疾呼，我说他们的水是24小时3班制。滴水不漏，抽起来之后就包装成水，然后就运出去。那这些包装水对我们埔里镇的这些水质就是水量，真的是影响很大。这是我们埔里的地理财，是我们文化财。但是这些生意人取水之后拿到外面去，他的总公司又是设在台北，他得到自所己的营收，以他的所有的这些营业的收入、营业税，我们也没有办法分到什么东西哈。那我们希望能够就是像台电的那种取水的发电的那模式哈。台电它就是每年回馈给我们的仁爱乡还有鱼子乡，他们的回馈很多。我们希望埔里的包装水的这些生意人要比照台电的那些取水的回馈方式，它是不是每年要固定按照它的取水量多少来回馈给我们埔里镇的镇民多少的经费哈？这些经费可以拿来做我们每一个社区的这些绿化、美化、清洁环境、环保的这一部分的这些经费哈，我想大家都可以均分啦哈。那我想这一点我实在是真的是觉得是很无奈啦，因为好几次这样讲，但是政府的每一个单位大家都是很还是要继续痛心疾首的呼喊下去啦哈，这点议员会努力做到哈。现在你讲到水资源很非常珍贵哈，除了说这个用水的回馈之外，用水的公平原则，还有它的用水伦理。大家都要用水，可是水是珍贵的资源，大家如何去珍惜它？除了办水之祭有感恩之心之外，我们可能要好好来思考，在台湾这个雨量丰沛，但是又严重缺水的国家，这样间歇性分配不平均的国家，我们对这个水资源的运用除了农民延续到生活各层面，你都好好的思考，好好的想，你就会根本出面台会都布利讲那个无损产业所谈到的更多的损失啦哈。呢種係基本嘅出面台會嘅討論哦，也非常感謝大家收看，祝大家平安快樂，你下個禮拜再會，謝謝大家。